来看，伫耶路撒冷一间犹太阿拉伯双语学校，或者跨国的组织评作是世界上好的学校哦。伫全球加选5间学校尔。这间学校得奖的理由包括促进团结、帮助在地社区，佮有支持心理健康。 就伫以色列哈马斯休战的时阵，为伫耶路撒冷一间希伯来语甲阿拉伯语双语学校，以色列犹太甲阿拉伯手牵手教育中心为600多位学生授课，获评选是世界上好的学校之一。得奖原因是将犹太学生甲阿拉伯学生融合，得到克服及敬重。 فهون بنعلم تاريخ من بقصتين القصة اليهود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قصة العربية الفلسطينية. 这间学校首席执行长伊拉瑟声明，得到这个奖应该大力庆祝。也不过即马时阵因为战争的关系，真侪人失去宝贵生命，应该聚焦伫解决问题。南非斯巴克所委托小学因为甲学生安怎投票，阻止废弃物污染，解决性别暴力问题，也佮教导给及儿童阅读，得到社区合作奖。哥伦比亚蒙特梭利圣法兰西斯科学校是执行一项学生专案，将咖啡纸将废物转做有机食品等环保产品。 Bueno, en estos momentos estoy realizando un jabón orgánico a base del cuncho del café o la borra. 巴西康塞维尔斯学校伫新冠疫情结束了后，为学生提供心理医师甲心理健康教育，得到支持健康生活方式奖。 Alunos com autoestima mais alta, as notas melhoraram quase 100% desses alunos. 印度的河畔学校是以学生为中心，培养同理心、创造力甲社会责任感，得到创新奖。世界上好学校奖是由跨国教育组织 T4 伫2022年头一摆举办，设有5个奖项，以表扬对学生甲国家跨的社区甲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学校。得奖的学校会当得到25万美金的奖金，协助因伫教育理念甲执行扩大打基础。公司新闻吴伟明报道。